Hi, how's your day? Welcome to 英文，我是蔡英文。第一集我们谈到了台湾的外交，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跟外交一样，同样是属于总统职权，也是总统应该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防。总统是三军统帅，要跟我们的国军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主跟我们的自由。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保卫我们人民的安全。不过在我们谈国防之前，是不是我们来考验一下我们的街头上的朋友们，看看他们怎么说。有想要当什么样的军？陆军吧，因为海军我会晕船。空军吧，第一线是空军啊，为着台湾啊哦。我是陆军军种。如果你们想到军人的话，会想到什么？保家卫国。是保卫国家，为国争光。问一下，你知道军队的英文？应该是 Army。military。military 或是 troop。那保家卫国的？应该是 honor your country。不会。我可能会说 safeguarding the country。那如果你们今天是台湾的总统，如果要有一项设备或是武器，你觉得可以拿来就是保护台湾，你会选择哪一个？坦克车吧 ，tank， 往上打也可以往地面打。无人机。无人机也可以。无人机的英文不行，我好像忘了，你记得吗？DRONE 吗？耶！我感觉应该嘛是战斗机啦。我会觉得空军蛮重要，可能会多买一些 F16这样。用一个英文单词或造句来形容台湾。Sexy， 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我们做了很多厉害的事情，而且台湾女生是亚洲最漂亮，像你就很漂亮。Friendly，很好。我会觉得是 safe， 就是安全。半夜出来买个宵夜也是都很安全。friendly 吧，友善嘛吼，我感觉台湾是一个足友善的一个环境啦，一个国家啦。我可能会说 Taiwan is a country with extreme diversity。open-minded。我觉得大家在这边对一些新的东西的接受度也蛮高的啊。然后像近期台湾通过同性婚姻，你知道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吗 ？Pro democracy。就是支持民主吧。这个字就是支持民主啦哦。对，因为 pro 就是赞成支持嘛，然后 democracy 就是民主，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这样。支持民主的话，就会想到香港最近的反送中的事情。香港吗？应该也是香港的事情吧。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但却现在好像是在倒退走。这我念不出来呢。坡的什么妈哦，我得支持民主，支持民主。看完了我们随机的街访，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爱台湾，让我觉得很感动。军队的英文要怎么讲？部队的英文怎么讲？军队就叫做 military， 部队就叫 troop， 那也可以叫 armed forces。或许你会问说，那陆军的英文怎么说呢？陆军的英文叫 army， 海军呢叫 navy， 空军呢叫 air force， 海军陆战队叫做 marine corps， 宪兵呢就叫 military police， 国军也是一个专业。上一次呢碰到馆长的时候，我就跟馆长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军的专业的形象可以持续的提升。刚才我们也问到街上的几个朋友说，防卫怎么说呢？防卫就叫 defense。那说到 defense 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是必须要提供台湾足以防卫自己的这个武器跟设备。最近呢，美国的行政部门已经批准了，将要出售给台湾一批F16新型的战机将会大幅的提升我们空中的防卫能力。战斗机的英文叫做 fighter jet， 或者叫做 air fighter。我们进行军购，比如说买飞机、买坦克，其实都是要强化我们的国防的能量，这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战争。这里我们来学习几个单字。飞弹，我们英文呢叫做 missile， 但是呢也有人叫 missile 是英国人讲的。那么另外一个字坦克叫 tank， 那我们常常讲的潜舰叫做 submarine。自从我上任以来呢，我就非常注重我们国防产业的发展。那么于是我们有了国际国造，
国建国造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新建厂房，准备开始制造我们的潜舰。那我们高级教练机的原型在下个月那么就会出厂。好，刚才在街头访问的时候呢，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有提到香港人民对于民主的诉求的活动那有一个字叫做 pro-democracy。Pro democracy 应该是把它翻译成是推动或者是促进民主的发展。那我们来造句吧。Taiwan is free and we suppor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我们在台湾，我们有自己的主权，也享受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么民主自由的价值要守得住，必须要有足够的国防来让我们能够自己防卫自己。主权这个字我们叫做 sovereign， 独立叫做 independent。 我们就来造个句吧。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state。 在这一集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单字，都是跟国防或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单字。那我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几年来在国防事务上的努力，让我们更多的国人能够了解国防，了解国家安全。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再见了。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wish you all well and see you next time。 先生你好，不好意思，你可以方便接受街访吗？好啊。然后请问一下，你是什么军种？我是陆军的 Army。想到军人会想到3个字，第一个是 service， 第二个是 sacrifice， 第3个是 honor。Pro democracy 就是支持民主，称民主。想要请问他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台湾？我会用 thriving。Thriving 就是壮阔、永续发展的意思。Taiwan is a country thriving under shared values， 就是台湾现在是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基础上面，壮阔中、持续发展中的国家。我现在正在找工作，应征中，想找一个可以保护台湾、保护下一代台湾的工作。找到工作都在一起。一定的。好，谢谢。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你几个问题吗？你要问10个都可以。军人保家卫国，防卫叫 defense。我平常有在 diving 潜水，以前身材更好，但是现在至少比基隆市长林右昌、桃园市长郑文灿身材都来得好。